我咧就頭先喺第一次發言嘅時候咧就提非聯招嘅問題。非聯招咧其實就係講緊本地嘅學生有唔同嘅路咁樣嚇。咁我覺得咧一啲熱門嘅學科收非聯招嘅學生嘅比例特別高咧。我好希望咧即係局方能夠傳達咧係即係我哋喺呢個問題嘅關注嚇。咁咧就希望咧係即係院校方面咧係留意喺個收生嘅時候咧係點樣能夠係可以做得更加好，同埋咧亦都應該研究下個原因係乜嘢，即係點解特別喺個學科就會收得特別多咧？咁呢個係第一點我想提嘅。第二點咧就我亦都想提呢個非本地生嘅問題。非本地生問題好大程度上係其實本地生嘅問題嚇，即係一個一面鏡只有兩面。本地生嗰個兩者之間嘅比例咧，而家我哋都大家感受到一個好嚴重嘅失調。而呢個比例失調咧，喺本地生嗰度其實係嚴重嘅。我想俾啲數字大家即係參考下。由2008年到2012年5年之間，本地嘅研究課程嘅本地生喺研究課程裏頭咧，嗰個比例咧係由41%下跌到35%、32%、26%、24%，5年之間差不多跌咗一半。咁亦即係話咧，本地學生喺讀研究課程嗰度咧係買少見少嚇。咁呢種情況，我覺得係其實嚴重嘅喎。究竟原因係乜嘢咧？咁我其實好希望咧，即係局方咧或者 UGC 方面咧都能夠咧探討下呢個問題。究竟喺內地生一路增加嘅同時，點解本地生嗰個比例一路下降咧？呢一度當中係咪有一啲嘅方式可以做咧？譬如頭先胡志偉議員講到，有冇一啲經濟上嘅一啲嘅誘因係可以去做，嚟到咧係鼓勵更多嘅本地生咧能夠咧係報讀呢個研究課程咧？有冇一啲嘅黃碧雲議員頭先提到嘅經濟上嘅誘因，能夠調節到減少到內地學生嚟嘅比例咧？又有冇一啲誘因係可以鼓勵到一啲其他外地嘅人可以嚟香港即係讀呢個研究課程咧，令到我哋嗰個比例咧係可以有一個政策上面幫得到香港咧？咁我諗呢個咧其實係即係喺大部分嘅國家咧就唔係用收生嘅標準嚟到去調節呢個比例嘅，但係可以用收費或者用其他嘅一啲嘅呢類嘅誘因嚟到做呢個調節嘅工具嘅。咁另外咧亦都想提一點，就係頭先提到新加坡。我希望咧，大家留意下台灣、日本、韓國呢幾個地方咧，嗰個比例究竟係點樣？據我所知，台灣好多人去咗外國讀研究生嘅，但係喺台灣本地讀研究生嘅比例都相當之高嘅。我哋會唔會話全部去晒外地之後咧，就冇人啦係讀本地嘅研究生嘅？咁呢啲意見咧，我希望即係局方咧係即係注意啦。如果你中意回應嘅話，都可以簡潔咁回應。主席都要嘅，因為你第一個問題即係轉達關注，我一定會做嘅。我哋都即係會向相關嘅院校轉達即係議會嘅關注，呢個我哋一定會做。咁非本地生嘅比例咧，就咁睇個比例可能未必完全掌握得到。我哋翻去會睇睇嗰個數字啦，因為數字都跌嘅，我話俾你知係2420，但係總數咧跌到1655。總數咧，即係總數學位嘅數目，即係一個比例跌，你可能分子跌，可能再抄一抄先得。剩下。但係絕對數字即係所以我哋會翻去再睇睇。